音标释疑第一集：奇怪的音标。学台语的家长讲的，根本看不懂那个音标。那个音标是啥？咱来研究一下。台语老师安尼教 ：th 读托 ，p 读波。以后学生囡仔上着英文课，This is a pen。认真学过台语文的小朋友，就读做 This is a pen。两套标准，学生囡仔如何学起？英语老师真有可能毋知影伊的学生已经被教歹去啊，安尼有害无？台语老师教的音标有奇怪无？咱来看卖一下。奇怪音标是指台罗拼音，譬如讲 the，这是定冠词，应该读 the。台语老师教的台罗拼音读音煞是 t。200年前传教士在用的罗马拼音，到今无人改过。咱来试用一个新的音标，叫做美语直角拼音法。t 就拼做 t。罗马字一般人无学过，当然会感觉奇怪。美语有较适合一般人无？过来 ，pi 是圆周率的派，台罗指定爱读 b， 新开发的美国拼音就拼做 b。sun 明明就是太阳的送，老师教的读音却是孙。美语直角拼音法，孙就拼做 soon， 加一个一声高音的符号。过来 ，thing 就是东西的sin，台罗指定爱读停，美语直角拼音就拼做停。too 两字土做伙讲，一字指定读图，另一字指定读道。美国拼音的道声调是三声，就加一个三声的符号。I am a boy， 若照台罗拼音就读做 am a boy。为着避免误会，用美国拼音甲拼做 am a， 有时安尼有清楚无？台语的声调，老师安怎教？咚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有好学无？还好啦，差不多学几年啊，就熟悉啊。咱安尼教：假中高声沉降顿，啊啊啊啊啊啊啊。声调符号甚至免解说，台湾人一看就知。甲中文比起来，就加一个假声、中声，对应这个七声谱调图，真紧就学起来，应该免学几若年啦。来练习输入美国拼音，把咱家己开发的转换程式。我是台湾人，我录音的四声我，输入四声的数字也会使，也是输入下降符号的也会使。我爱变调是，若输入 si 可能会读西，所以咱来输入 see， 是是中声是变调台，倒爱写 tt 哦，台三声台。爱变调完，是以下三声，大家拢读三声，咱就输入三声，输入三也会使，也是输入波动的符号的三声也会使。完嘛爱变调人，若输入 lang，袂使哦，转袂出来。爱加一个 h， 才会固定读啊。台湾人三声人，安尼就转换好啊。才有一个小程序，咱甲伊试一下，伊就来帮我转换来遮 PTT，
安尼我若做节目，要逐个看注音、看美拼，就真方便啊。咱来检查一遍，我是台湾人。啊，美国拼音就我四声我，还佫加变调符号，是中声是台，倒哀台，圆有圆圆三声圆，三声人，安尼的练习方法。详细拼音法的解说，会使前往咱的网站去了解看卖。欢迎提出你的看法，甲咱指导。网站有一篇文章，我应该学倒一套拼音，大家会使先参考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。